刀子都新啊。你阿季啊，跟我打了一个赌，他说你去啊4、5个月就回来了，叫我不要管你。何宇，何宇，何宇，我2點誒，迄出恐怖片了，但伊對生活可能還有挑戲嘛。啊，像唔按呢，但伊做到按壓，啊，天公伊還會繼續上班，安尼拄會掉呀。冇辦法，條家要搞得咩子紅人嚟。你轉嚟啊？先正一些先將來。爸闺女對聯絡唔到，買件保健呢，而家嘅進來啦。爸已經叫過嚟，嗰邊本已發現到條碼啦。那就老你讲，唔好失控哟，就好食。爱讲嘛该，你全无通当作阿边风。一世人就无本人风行呢。你看，看你阿爸，骗人卖菜，就晓得偷，就你阿爸。你做乜嘅？你阿行啲數好呢？家家，俺老年还讲好诶。你有搞唔錯麼？乜嘅時間，我看唔過係一股騙人。你爹你阿爸是卖菜茶按多年，就迄老年还当作无卡人的照顾。挨无去，你爱记着我是嘿。要唔係只有呢一種方法做地賣菜，一定愛你服侍。你愛食材，左品右品都分唔清楚，那做的事。凊彩啦，左片右片嘅共用诶，味道就好。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是乜嘅菜？无爱天数就点点啦。做地冇啦，做的，我会唔做的。嗌來咧。唔係，冇愛。有烟囱。四个鱼，四个肉，香菜哟。四个鱼，四个肉，香菜哟。菜哟。
重新用尽回头联络，暗眼水茶，心碎大家 Oh no。不会死就唔死，莫拿人家开玩笑好冇？来讲廖账啊，你冇便宜，仲做冇事诶。我讲，你敢有必要做到安尼？记者应该要试下想办法，挨着本记者防骗，啊结果咧，唔用要安尼讲，这迄从细看年到大嘅阿姨，命着一生就冇啊！佢系咪从啥本人皮，做到按辛苦，有得到乜嘅好处？有冇？你错嘛该神经，你看嘛该啦！阿母呢？阿姨，阿嫂，阿姨夹啊，嘿，看哪里？啊，冇事啊，冇事啊，你冇事就好，会爆炸哦！唔会爆炸啦。会当归冇？俺有睇唔起，较便宜嘅材料。韩爱，你还晓得？阿母呢？韩爱怎去救啊？哦，應該行喺個熱下。来啲，博弈，来，阿母呢？你老阿姨老茶账户，试准去顺沙载一下博弈做的冇？是下嘅事情，唔好乜嘅就輕人做好冇？乜该做唔得，我係自家人呢。乜嘅自家人？阿喬兒應該你喺本人年佢培養感情。麦川峡哦，阿姐，麦川峡我哟。家下買就係2兩3來買嘅係冇？啊，巧啦。阿姨，你收3塊啊？哎呦，3塊也要摕哦！唉，你安尼斤計較吼，互人起毛幾足歹呢？啊？按好皮，还差2塊啊？不是，那一個16塊。你小人哦。賣菜哦，康，來康。啊，你先睇冇？來，要啊！陣。有兄，警察！你嘅作品，我嘅作品版本啊！做乜嘅啊？你嘅作品，乜嘅作品啊？你嘅冊咧？乜嘅車嚟啊？下車！下車有問題啊！你阿飛摕嚟迄作品，你偷我嘅東西，又落去漂翻成人呢？就已經動過分呢？你還敢那種態度？乜嘅態度啊？迄有問題啊！你阿東西免愛調嘅，迄查紅種嘅。你還敢講老你冇關係？你也真切咧！我喺前車嚟去查紅錢。賣菜哦，其實唔係啊，很講啊，就自己哦。就會按嘅，也不會有這麼幸運。張漢文，阿姨該真係冇啦。好嘅啦，你妹哦，這樣唔會中意呢款嘅。哎呀，像呢種哦，頭腦簡單，做人冇乜咁認真，真情義啊，根本就看唔上眼。人家喊的你啊，做嘛該講法按難聽，你講實話，沒有道理。我見過你，天好唔好講法了，無愛就放眼皮，開眼骨，點麼？
看来就谁比都该男女是黑气的。神经病哦！做多很用这么干啊？应该要扣你大天呢。阿姐，你很多问题嘞，我这代可以出征，修唔得。我们目前呢推出一版地方创生的草案计划。为老你介绍朋友。不是啊，阿姨，还有朋友诶。就在你面前啊。见色忘儿，然后全世界嘅人都知你阿娇姨吼，然后你嘅心口送本人。你知道俺来人用诶？哈？啊，就博弈呀。我，我博弈咩亲好呢？哎，你再来啊？你都用乜啲咧？假使我博弈有抢你，叫做朋友就好诶。你有伫去市场查？可以啊，有想爱吃点吗？可是如果我受伤了，妈妈就不让我吃了。那有唔得到诶，体质歹啊，唔需要经验，大家就要按用好诶哦。就是这样，爸爸弟弟。嗯。哎，加油！哎，唔好骗走骗啦！相片有冇讲？下礼拜你叫约翰，来张人强下练啊，开开练起来，做得强下参加下礼拜嘅逍遥游色赛啊！来。加油！梦想嘅世界，用变做从遗憾，用爱嘅反省。虽然你每走一步啊，都只有别人的3/4，只要你肯走，你也会有你的终点站的啊。唔单需要。